大家好，我係 Evelyn 卓欣。咁我啱啱咧就睇完《頭文字 D》20週年嘅修復版，非常厲害。20年前嘅我係冇喺戲院度睇，但我有喺電視度睇啦。咁所以今次真係終於有一個機會可以睇到呢一個 4K 修復版，仲要係杜比全景聲。哇！嗰啲漂移嘅碌嗰個鏟地嗰個聲音啦，嗰個印尼嗰個轟轟聲。即係完完全全係一個重新一個沉浸式嘅體驗嚟，即係我好似彷彿就係好似喺個現場度睇緊佢哋點樣去鬥車，點樣去比賽，哇！嗰種感覺真係難以形容。我覺得真係你一定要入場睇，你先至會有我呢一種咁震撼嘅感受。同埋陳冠希真係好周杰倫嘅嗰種冷靜啊，好似好悠閒，但係架車又好快嘅嗰種感覺係。我覺得非常厲害，導演都非常厲害啦，兩位導演同埋我知道劉偉強導演都有新嘅攝影師啦。咁我覺得佢能夠將呢個日本漫畫用電影去呈現翻出嚟，香港能夠做到呢一個咁有 quality 嘅攝影係非常之厲害，所以大家記得入場睇《頭文字 D 4K 修復版》。